現潛能，勇於挑戰。幼童軍2日1夜歷奇訓練營圓滿結束。為了培養幼童軍的紀律、團體合作精神及解難能力，本校幼童軍於5月16至17日舉行了2日1夜的歷奇訓練營。透過一系列精心策劃的戶外活動，幼童軍們在體能、心智及社交技巧上均獲得了寶貴的成長。訓練營首日，透過連串活力充沛的熱身活動拉開序幕，隨即進入緊張刺激的團體溝通及解難挑戰。在各項任務中，幼童軍須與隊友溝通協商，共同完成任務，充分體現了團隊合作、互助互愛的童軍精神。當晚，營地烹飪活動考驗了學員的自理能力與分工合作。次日，幼童軍們精神飽滿地展開行山活動。在導師的帶領下，他們穿越山徑，在強身健體的同時，亦學會了愛護大自然與環境保育的重要性。這次訓練營不僅讓幼童軍脫離課堂學習環境，更在實踐中學會面對挑戰與克服困難。